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4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印度的月球飞船3号探测器昨昏成功降落伫月球南极的所在。印度即马是正做史上头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那印度即马嘛是对俄罗斯、美国甲中国后壁第4个成功登上月球的国家。印度科学家即马会透过月球的探测车，伫月球的南极找找水源，嘛会针对月球表面的土壤甲石头做分析。探测器成功降落了后，现场拢是破声。印度月球飞船3号，伫台湾时间23暗时8点半左右成功登陆月球南极，接受史上第一个降落伫月球南极的国家。Sir, we have achieved soft landing on the moon. India is on the moon. ये क्षण अभूतपूर्व है। ये क्षण विकसित भारत के शंखनाद का है。7月14日，在月球飞船3号火箭发射成功，经过5个月飞行之3顺利登陆月球。真侪印度民众透过直播看登月过程，伫探测器确定成功登陆了后，大家情绪激动，欢喜庆祝。इसरो साइंटिस्ट के लिए बहुत बड़ा दिन है, बहुत बहुत कांग्रेचुलेशन, मैनी कांग्रेचुलेशन मेरी तरफ से। और मैं चाहती हूँ कि इस देश को एक नया मकाम मिला है, आज एक नया मकाम मिला है और इसरो ने ये कर दिखाया है। 印度将做俄罗斯、美国加中国了后，第4个成功将探测器登陆月球的国家。专家分析，登陆月球南极，让印度有机会探索月球顶端是毋是有水冰的存在。To generate possibly oxygen for life there, that will in turn also be used for potential fuel as well as water for sustainability of life on the moon, but also future missions. So it's very important. 月球飞船3号成功登月了后，会放出6轮探测车伫月球表面做一个月球天，相当14个地球天的地质研究，来找出月球有水冰的证据，佮对表面的土甲岩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另外一个国际上的消息，这是6月份发动兵变不成的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头人普里戈金，风声伊昨昏伫一架俄罗斯社会的意外当中过身，已经死亡。那昨昏伫俄罗斯军方内底，甲普里戈金关系真好的一个将领，嘛随风解除职务。Беспилотник сбили, бабахнуло в 2 раза, взорвалось, падает. Ты посмотри, падает. Вон, около фермы. Горим. 俄罗斯民航局23表示，机顶所乘客全部罹难，包含62岁瓦格纳集团领袖普里戈金。迄一天进前，甲瓦格纳有挂钩追随者真济5个 Telegram 频道回区发布消息表示，无人机遭航空部队拍落，普里戈金是伫俄罗斯叛徒行动。63 Уголовного кодекса. Это нарушение правил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вижения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воздушного транспорта. Бизнес-джет, следовавший из Москвы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отерпел крушение в Тве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查出所引用官员的讲法，这个苏联无人机有3个机组员、7个乘客，为莫斯科飞去圣彼得堡，伫首都莫斯科北边100多公里的所在落落去。迄一天，甲普里戈金关系密切的俄罗斯高级将领苏洛维金遭到解除职务，兵变了后，苏洛维金都无公开出来。就伫这时阵，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一场授奖仪式，颁发奖奖予乌克兰战争有功劳的士兵。Do you believe? There's not much that happens when Russia and Putin not behind, but I don't know enough to know the answer. 6月23日，普里戈金发动兵变，苏洛维金事先知情，兵变失败了后，迄时阵普京表示，互人背后插一刀。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评论，或许是普京真介意的脸盘。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当然拢明证明普里戈金等人是故意攻击的目标，毋过闹任何讲法，佮证实这场坠机是一个意外，恐吓会互人更较关心。公视新闻恩文宁报道。
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南韩的明霸庆路桥溪底变道，伫这个月初因为落大水雨，引起水崩山桥则冲断去，真无简单抢通，想袂到暗山区一阵大雨，溪水涨流，结果变道阁害去。即马公路总局已经赶紧阁抢修出一条变道，已经暂时会当解决桃园区3个里出入的问题。土石路伫南环公路明霸溪路桥更便桥附近划开，日暗时6点半，因为山区大雨玉水溪爆发土石流，溪底变道拢引起，溪底全部是土山甲大石头，造成河坡积差不多7公尺悬。溪底变道拢卡掉咧，高雄桃园区复兴老夫兰甲梅山3里连外交通断去，23停班停课1天。教育单位透早出动6台怪手伫河坡进行清除作业。人民的期盼是说，希望等下一定要尽快让他们的，因为有些生病的人一定要下来。那还有农特产品的部分。大型机构伫要咧修理的便桥顶悬，紧急说通行步道早起10点，紧急启用步道，互民众解除通行。更便桥更条经过补强作业了后，下晡3点开始也开放限制车辆通行，来满足当地农产甲民生有需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过道有局部短暂雷公雨，山区雨较粗。咱当再来看云图。今仔日是吹西南风，透早开始，云林以南的沿海就落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嘛会落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严过过道了后，各地有可能拢会落雷公雨，尤其是湘北各地山区雨势较明显。温度的方面，日时今仔日的高温有32度至35度，其中伫湘北，还有中南部晚山区的所在，还有花莲甲台东，今仔日高温是有机会到36度以上。中昼的时，云林、花莲、台东是到柑仔色的高温顶号，高雄会到黄色的顶号。若至外线的指数拢不加强。另外嘛，要提醒乡亲，可能阁有风台哦。这是气象局一对外表示，太平洋海面上即马有2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即马正在形成，其中有一个上紧伫即个拜六礼拜就会变作今年第9回风台苏拉。而且伫咱台湾是真晚，准讲变风台，有可能就随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若即几日仔的天气，也是爱特别注意过道的雷公雨。雷公空空叫，雨是落无歇。过道热对流云系发展了真旺，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天气的形态是拢差不多，日时的高温差不多32度至35度，下晡会落西北雨。不过拜四拜五，过道的雨会较淡，各地山区要是要注意部分地区会落大雨。明后2天午后雷阵雨其实会比周1到周3，就是包含今天的午后雷阵雨稍微缓和一些，但还是要注意在整个各地的山区及大台北地区，还是容易会有大雷雨出现。特别注意的是，气象局上新观测显示，目前太平洋地区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其中一个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增强，加做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气象专家分析指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离台湾真近，若发展做风台，就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因为它其实就在我们的东南方，甚至不到100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它一旦有机会往台湾靠近的话，气象局很快就会发布这个台风的警报。气象局强调讲，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展了真慢，而且无明显导引的气流。未来这几天会伫原地所在拍酷势，按算后礼拜1高压增强，才会开始行线挖进台湾。未来会向南边，也就是向巴士海峡的方向行，或者是向北边挖进台湾东边的海峡，拢是有可能，无确定性也真大。所以会持续密切观察伊行线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同齐关心明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日本政府决定对今仔日中昼开始，会排放福岛第1核电厂有含氚的核废水，甲水排入去大海，一天会排460吨。第一届漏水会先排17天，大约会排入7800吨。中国是真生气，中国的海警船就走入去钓鱼台12海里内底。若南韩的环保团体嘛批评日本危害海洋的生态甲全人类。但是有事是表示，咱政府会继续监控，逐年拢会抽检100件日本的水产，来看敢有受影响。继续关心联合报，所谓发展部成立要满1冬啊，不过即马有外界批评讲，所
卫部并无做出让民众有感觉的成绩。媒体议价法的草案拢无消无息，个人资料保护法嘛啥无涨。在业界即马是积极讲，作卫部爱去规划，为何要清楚所谓国土的范围，啊毋过拢无做，烦恼安尼影响产业的发展。作卫部是对外表示，过去一冬因其实是做真济，脚步已经比别的国家近真济啊。继续关心自由时报。经济部伫昨昏公布7月份工业甲制造业的生产指数连续14个负成长，创下史上上长负成长的纪录。也毋过伫电脑、电子工学生产指数这部分是继续创下新高，年增率拢已经转正，主要是因为 AI 的应用即马正在发展，云端的资料需求已经加真济。继续关心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伫9月7日要开会，因为通货膨胀严重，外界在要讲，即摆基本工资调悬的趴数可能会超过2%。也毋过劳工团体是呼吁讲，应该爱比较军工教共款，调悬到4%才有合理。劳动部公布9月7日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目前通货膨胀严重，劳资双方拢有调悬金额共识。劳工团体指出，若以 OECD 标准做基础，要脱离加薪的问题，呼吁基本工资的月级上加应该调到27600。若是会当落实基本工资3万块，伊嘛乐观其成。至少要比照军公教，至少要4%。我们的薪资中位数大约42000，乘以2/3的话，那在台湾来讲，只要工资低于27600的话，就是低薪族。蔡政府上任以来，已经连续7年起基本工资，平均起4.05%，为106年21009块，到112年的月级是26400块，一点钟薪水是176块。学者讲，虽然制造业甲类似的产业景气无同款，不过审议的结果一定会反映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目前已估是2.1%，所以起的幅度一定会超过2%。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要赶得出来啊。但至于说2%以上可以多少，那就要看劳动方的工作，所以不能超过2%，劳方不会接受的。那目前还在会阶段，我相信9月8号，针对基本工资的调整那么会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外界按算起的幅度会有3%，不过工商界烦恼的冲击制造业，建议月级甲1点钟的薪水都要分别做调整。也来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其实英国月级甲1点钟的薪水调整的幅度拢无啥共款，不过会做完整通盘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也有南非因所组成的金砖5国日伫南非办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到当地，伊嘛有甲南非的总统见面。也毋过伫加长工，伊煞无去参加论坛，临时取消行程，嘛引起外界议论。南非总统亲身甲习近平挂勋章，象征甲中国友好的关系。金砖国家峰会日伫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至暗到位，加长工随甲南非总统见面，签署包括“一带一路”等几啊项合作文件。也让原底同一天会出席的工商论坛，习近平煞无出现。雄雄无出席，引起大家联想。有专家认为讲，这个情形无啥对同。不过中国官方煞无解说。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伫推特大相片，讲习近平发表演说，不过实际上上台讲话却是商务部长欧文德。有的国家不甘心摄取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考试美国打压中国市场。这个金砖峰会想要强化新兴经济体合作，来对抗西方。除了去予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罗西亚总统普廷用实信参加，巴西、印度、中国甲南非领导人拢去现场。这5个国家占世界4成的人口，经济规模是全球的4%，而且持续主张纳入新的成员国，佮提出要采用共同货币。Tenho defendido a ideia de adoção de uma unidade de conta de referência para o comércio que não substituirá. Nós não podemos aceitar um neocolonialismo verde que impõe barreiras comerciais e medidas discriminatórias sob o pretexto. 为了脱离美金，降低美国影响力，金砖国家并不是头一届讲到共同的货币。在2013年成立的新开发银行，
都已经纳入真侪非金砖成员。今年4月份开始，金砖5个国家的 GDP 加起来已经超过 G7 的国家。未来若是持续扩张，对地缘政治会产生新的影响。公司新闻杨间编译。中国对台军演，德国外交部长是公开表示讲反对台海现状有出现变化。另外，瓜地马拉的总统当选人阿里巴罗伊选调了后，有接受媒体访问，伊讲伊无打算和台湾断交，会继续和台湾建交。不过，伊嘛认为讲，因嘛当齐和中国建立好的关系。中共伫台海周边的军演结束，不过并无停止了台。国防部23公布，征晓强击6台次、强干8台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对中共的军事动作，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再一遍表示，反对中国武力犯台。Any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Even more so if this were to include coercive or military means. 贝尔伯克是伫咧对欧洲帝国的演讲中，强调印太地区对欧洲的经济重要性，也表示全世界有一半货柜船军有通过台湾海峡，以挺台海和平，批评中国对世界基本的原则所造成的挑战，也点名一寡科技出现倾向中国的国家。We see how numerous countries are pivoting more towards China. Often, this is due to a lack of alternatives. We would like to change this. 中国的影响力愈来愈扩大。咱国的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总统当选人阿里巴诺，伫选后接受路透社专访时阵讲，伊袂甲台湾断交，但是认为同时甲中国发展关系是绝对会使的。No vamos a ser el primer país que tiene un marco de relaciones constructivas con ambos,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y con Taiwán, tener buenas relaciones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y con Taiwán, y lo haremos en el marco de nuestr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阿里巴诺表示，袂伫咧两边之间做选择，但是瓜地马拉的私人企业拢有兴趣扩大甲中国的关系。但是路透社特别伫咧报道中讲，中国伫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力慢慢伫咧扩大。不断边缘化台湾伫这个区域的外交努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抑个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日本政府按算伫今仔日，咱台湾时间中昼12点就会开始排放福岛核废水，甲遮的垃圾水排入去大海。根据日本政府的计划，核废水会漏30吨，大约是130万吨。有几个国家拢在抗议，香港、澳门甚至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因要禁止日本10个所在的海产进口。香港的日本餐厅业者半年来有可能有一半拢爱关门啊！来关心，美国国防部是对外宣布上新的一波对台湾的军售案，按说要提供咱台湾美金5亿金额，超过新台票159亿 F-16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这嘛是拜登政府第11届对台军售案，要强化咱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继续关心日本的防卫省。今仔日半暝啊3点55分的时，对外表示，北韩啊亲像搁发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就赶紧针对福岛县发布警报，呼吁民众爱赶紧去避难。4点左右就解除警报，过无偌久，北韩的官方媒体有对外讲，因写的是军事卫星，不过并无成功，最后是失败的。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伫昨昏亲身去金门主持823炮战胜利65周年的追思典礼。总统蔡英文对外强调，因为823有胜利，才有今仔日的台湾。新生献花、献果和念香，用英勇殉国的将士展哀悼和悼念。总统蔡英文正严肃23来到金门主持823炮战胜利65周年追思典礼。这是蔡总统伫2019年、2020年了后第3摆，嘛是任内上尾一摆，到金门的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典礼。823炮战，互看作是咱的生死存亡之战。让中国军登报告卫国的决心，抗战的老兵和因的家属当红邀请来参加典礼。蔡总统亲身向老兵来致敬，强调若无823的胜利，就无今仔日的台湾。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823胜利的同时，
务必要提醒自己的今天的稳定繁荣，都是来自于在座的护国英雄，以及每一位为了守护家园而牺牲的英烈。串联大小金门的金门大桥是国内第一个有关风险、关技术的长下区海上特殊公路桥，经过12档的工期，去年10月完工通车，民众往返大小金门只要5分钟，24点钟都会当行。蔡总统嘛特别到场去看，伊讲金门大桥是所有金门乡亲这多年来的心愿，是中央地方合作的模范，不会受到船班营运时间的限制。以后烈屿的乡亲如果有紧急的情况，不论是医疗或者是民生物资的需求，都可以及时从金门大桥运输，不会因为一海之隔而受困。现在车开过去大概5分钟，把大小金门的这个观光都连成一气啦。金门大桥通车带来真侪成果，王国才讲，9个月有100万的车次通过，互地方的发展和观光拢活起来。蔡总统讲，金门大桥是国内工程界的骄傲，这经验对绿化风电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外界拢在邀讲，郭台铭敢会伫金门参加823活动的时，对外宣布伊要独立参选总统，结果是无。不过郭台铭有讲，过无偌久，伊就对外宣布伊的决定。另外，人昨嘛伫金门的侯友宜就含总统蔡英文共台，同齐参加金门的对事活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23透早先去城隍庙拜拜。然后去太武山参加823节约65周年追思的活动，总统蔡英文嘛有去，两个人简单小酒梅。现在侯友宜是搁一届向苏当时金门人的牺牲甲奉献说多谢。我们非常感佩，也追思当年在金门的金门牺牲奉献奋斗底下，捍卫了中华民国的安全，守护台湾的家园。这阵势大打倒，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由国民党籍金门县议长洪文典陪同走行程，还搁伫金门县议会发表演说，向北京发声，都要停止文攻武吓。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9·2共识；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9·2共识。原本外界推测郭台铭会伫金门宣布独立参选，不过郭台铭敢若讲，过无偌久就会宣布伊决定。郭台铭甲侯友宜拢伫金门，也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去台北中历史，讲着两番，伊主张爱情加交流，会以上界开放的态度，甲各党的领袖展开对话。我主张降低两岸的恶意螺旋增加交流对话，优先处理民生议题。我们的立场坚定，但是也保有弹性，这才是确保和平的途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嘛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中常会发表823炮战相关的谈话。我要重申，承诺不变，善意不变，并且愿意在基于互利、尊严、对等、没有先决条件下，与对岸展开对话。现在侯友宜主张把金门打造做两花经贸示范区，还佫提出支持金门下门大桥公道等6大主张。民进党这期这政见，敢是拢伫中国讲的一中原则之下，要求侯友宜就要讲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法官新制度已经实施一阵啊，即马嘛已经有审一寡案件，不过即马有民间团体是积极讲，职业法官有在引带，所以国民法官每夜参与的这判刑拢共款是判重刑。另外，嘛有律师即马是观察到讲，对起诉到开庭准备的时间其实是真少的，而且证据的调查嘛无够完整。到底敢是安尼？咱来听有参与过国民法官的民众，因是安怎讲的？甲拍的红色台是4季福林人，一审判7年2个月；4个的福林人甲后审协是被判刑12年5个月。司法改革新制实施了后，这案件拢有民众的参与审判，所以判决愈来愈多。就国民法官回想到伫法庭头一摆体验，很新鲜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只是在新闻上面看到法官是怎么样判决，然后我们第一次去参与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法官的大概他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嘛。
8审里新北地院一个家庭暴力太昂塞国民法官讲，这场审判式是真难忘的经历。面对这个检辩的攻防，也个案情的证据，审理过程仍非常的专心甲注意。不过，伫关键的终局评议，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应该对被告减刑？亦个是应该安怎来定刑度？他已经经历过一次的减刑，法官会跟我们讲一下这次争议的刑法第59条吗？在第二次减刑的话，他的刑期大概会跟重伤害，或者强盗，或者是毒品。法庭增加人民的参审，要互司法来瓦解民众真实的生活。不过实行到即阵，却受到民团的批评，新制度是乱糟糟。这个法官伤过甘有，宣判大部分重判，无达到人民参审的效果。而且在密集审理，敢若用几天的时间，对复杂案件恐惊无到完全了解就做判决。我们也看到重判的趋势了哦，多案件的这个似乎刑跟罪这两者之间不大相符啊。我觉得应该要回到前期的部分，应该是在起诉之后，给予辩护人准备案件的时间可以再适度的增加，让辩护人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说这个个案需要哪一些证据。由律师观察，国民法官案件对起诉到准备庭时间上紧迫，证据调查难以最高足，影响后续审理庭，检辩明显资源无对等。而司法院是回应，依据国民法官实际体验，拢用自由来讲着意见，独立做出判决。这个法官无过度来影响判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艋舺的昆明街320巷一大建案工地边啊，20日时路破一坑，路即马才拄补好拄囤平，阁发生积水的状况。市长即马是对建商处理代志的态度老错真不满。建管处对外表示，这个建案是都更案，对排水系统并无特别要求，毋过会要求建商爱处理好势。已经把土补好了，还在等于说排水不良吗？台北市艋舺昆明街320巷有一个建案工地边的路，20日发生路边规个凹落去，面积差不多一个车身这么宽，好佳在无人受伤。但是路拄则铺好，又搁发生淹水的情形。李长讲对建商处理代志的态度真不满。天坑当天我来现场，负责人就跟我说路大雨啦，地基掏空啦，这无立即的危险，这无虾米啦？难道出了事情，有人出事才叫做有事情吗？不管是大建商、小建商，包括里长们，我们要尽的是社会责任，不要等到发生事情再来想说这责任归咎于谁。李长也讲，这已经是第2遍出问题。顶回是路公梅将下水道塌掉的，就已经真喊嘛。希望市府好好监督所有的工程。监管处是讲，这件案件是多次经生案件，适用较早期的旧法令，对排水系统并无特别要求。但是这件案件涉及到公有土地加私有土地共同开发，具有公共安全的考虑，会要求建商先做好排水系统。针对个案，我们会要求建方承造人这边先把这个区域的排水系统先把它做完整。目前来讲的话，它并不完整，所以才会导致说下了大雨之后，它的排水不顺。议员是要求监管处应该要求施作的厂商是做好排水系统的设施，维护安全，并且通盘检讨所有的多次经生案件是否有这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台南有一个小小姐17岁车经过国道1号上包在中华附近，向予一块铁片去撼到头前的闸缝玻璃，到在伊无受伤，毋过伊讲伊可能会去受惊。另外，伫国道3号嘛有一个塑胶水槽落伫路中央，虽然无造成意外，无造成车祸，毋过已经违规啊，所以警方即马要追查讲到底是谁落的。车好好开伫高速公路，向毋知什么物件飞过来，直接撞到挡风玻璃。虽然人无受伤，也毋过开车的人是惊到要死。因为它太近了，它飞得很快，而且我们时速也在110，所以飞得很快，然后就砸到我车。代志发生伫17，小小姐开车经过国道1号北上222.5公里的所在，无想到敢对对向车道，毋知什么物件飞来，撞到挡风玻璃拢碎去，落车一个看是一个大铁片。警方要来调看这个影像，查出到底是倒一台车落来。本件事故已有申请调阅 CCTV 影像及 eTag 的门架影像，有关详细肇事经过及原因，由本大队持续的调查厘清中。
另外，23站是9点外，国道3号北上202.6公里的所在，彰化路段中山车道有一个大型的物件落落来，未少经过车赶紧闪过，差点弄到。了后开车人冒险停伫路径，趁车较少的时阵，赶紧把这物件刷到路径。警方接报了后，也赶到现场，加载是无发生意外。我们是不建议说同那个汽车驾驶人看到掉落的时候进行去把它排除，我们就建议说把车辆停到安全处所，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国道物件落落事件定定发生，今日6月就有小货车载2个水塔经过5股交流道时，其中一个水塔落伫车道，撞到外边车道的小货车。高公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国道已经发生10611件货车装载物件落落案件。离国道7队统计，敢若是辖区综合系统到乌日路段，1月到8月因为落落物件造成事故7件，通报排除竟到113件。警方讲，除了会使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处39,800块罚款。今年起，落落物件占用一个车道前30分钟会收代票3000块的处理费，也提醒开车的人一定要确认下不保护条才去处罚。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伫台北嘅南港高港头前有一个3岁囡仔骑厝帮车过车路，结果互一台轿车去弄着，加载囡仔是无安全。警方表示，这个驾驶伫路口并无先冻点，无先让过路人，上济会当罚款6000块。严格警方嘛讲，互囡仔伫车路骑这厝帮车，家长嘛有责任，家长嘛会罚款。这个查甫囡仔骑这种扭扭车，想要过车路，突然间有一个轿车弄过来，这个查甫囡仔被弄甲倒伫咧涂骹，尾是家己骑起来，惊甲赶紧走去人行道，家长是缀伫咧后壁。吓一跳啊！怎么是隔壁的孙子啊？我会吓到啊！对啊，我特别注意一下咯。这个查甫囡仔即个那3岁，离夜6点外，伫南港高港头前出车祸，因为伊架车骑去哩斑马线，想要过无正顶的路口，开车的驾驶敢若是悬机差，无去注意到，该弄到。汽车驾驶涉及驾车行经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不暂停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除了驾驶无先让人过，相关罚6000。这个查甫囡仔骑的这台蓝色的扭扭车，警方表示，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是禁止骑在路的，若无相关会当罚500。民间团体也提醒讲，做家长的爱较注意。本来就要去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不属于这个范围单的车道上。本来它不是交通工具，去激励家长不应该让孩子使用。那如果要，就请他到人行系统里边来启程。囡仔因为较细汉，要过车路，危险性真悬。尽管基金会表示，家长带囡仔过车路，唔爱陪伫咧边啊，也要知影像这种囡仔车，唔是交通工具，是袂用骑喺路的。记者综合报道。8月2日，伫嘉義市立棒球場有棒球比賽，也阁有球迷登記了後，是發現講伊的手骨頭乃痛痛。佇面冊問講，敢有別人嘛安尼？差不多有30多人講因同款有這款情形。市府即馬是懷疑講，可能是塑膠椅啊，會扶手互日頭拍甲變質，轉穿，才會害球迷去攄着。下晡伊是已經請廠商去順啊，會甲有問題，攏總換掉。坐伫外野區，球迷真歡喜翕相，記錄2日暗時這場伫嘉義市立棒球場進行的備戰量統一賽之前，等伊做了後，其實發現手筋來感覺擦擦真痛。手是大概在前臂的這個位置，雙手都有這個刺痛的感覺。是，對。那我以為是我自己的感覺，結果小朋友也跟我反映說，他也是有同樣的感覺。民眾講，伊甲囡仔攏感覺真擦痛，也毋過無明顯的外傷，也有網友佇當地面冊社群反映，球場看球的5個人，等伊做了後，手後翹擦擦真痛。文章解出來，至少30名在場民眾回應有相關的情形，有人向民意代表來投訴。希望給球迷一個更好的這個觀賞的品質跟服務，所以這部分我們是絕對會強力要求。市府回應，今年6月捌有人反映過，當時無找到確實的所在，這擺民眾所在區域大部分在13類瓦郡外野區。檢查發現有一塊椅仔窗花，表面真粗，研判是這區無炸日頭的布棚，窗花常常予日頭拍到氧化所造成的。長期的日曬雨淋的狀況之下，可能整個表面上比較光滑的那面，可能也許有受到一些雨水的侵蝕，因為現在雨水其實都有含一些弱酸性的部分，民眾這樣子接觸下來會覺得比較粗糙，然後感覺到不適這樣子。球場捌佇3年前翻修過6000多塊椅仔攏換新的。
就拢伫报告期间，市府讲机器大部分是接棒离军比赛使用，入场的人较少，球迷大部分坐伫较未拍到日头的所在，较未发现问题。日暗时比赛，因为入场的人数较侪，花野区也未少人坐伫遐，才确认是这个所在的抢花有问题了后，会请厂商甲椅仔全部拢换新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货车司机驶伫半路，伊并无感觉会去压着人，啊，毋过背后煞有一个骑奥多摆查甫人来甲讨赔偿。路尾这个货车司机去报警察，去调路口的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查甫人根本是来无安怎，而且伊是累犯要来共攀呐。警方即马是提醒讲，如果伫路顶有发生即款代志，一定爱先报案，毋通私底下就和解。3档半白色货车伫青顶道外，有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对伫边啊。货车驶走了后，奥多摆就开始害，落尾伊喙又去甲啄，指控货车甲压着，爱伊赔3000块。后来是因为我去报警，警方那边已经有案底了，才知道说他这个是惯犯了。我的用意是想提醒其他人不要再受到这样的伤害了，因为如果没有遇过的话，确实是会很慌啊。驶货车的老先生表示，对方甲伊掠两个路口，伊也无感觉到有甲压着。看目军也是看到这个查甫人骑奥多摆骑无载着累残，落尾有甲伊掠来要讨赔偿，也因为一直甲哥哥甜，就先罚伊500块。法律讲会防镇定是车好多走，就去派出所报案，落尾又去路口调监视器，却发现讲这个骑奥多摆的查甫人根本就无安怎，才有可能是假跋倒要讨赔偿。看那个碰撞的力道嘛，如果碰撞的力道很大，那当然就是真的嘛。但是有些很像你看就知道，它其实就是轻轻擦到，但他就是假装很严重，对，那个就比较像假摔这样。怕对方指责肇事逃逸，特来告知警方上情。为该名男子向警方表示不愿意追究。老先生表示无要追究，这案件是无成案。警方表示，若当事人愿意搁再报案做笔录，会当依照涉嫌诈欺罪，甲假累残的查甫人移送法办。也提醒民众，若准当到类似状况，就要报警察，千万唔通私底下和解。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举办头一届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伫昨昏举办颁奖典礼，总共有表扬3个人甲2组团体，嘛希望鼓励更较侪人来投入这项工作。为着要表扬对本土教育推展有贡献的个人甲团体，教育部头一摆举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颁奖典礼，隆重选出3个个人奖甲2组团体奖。20多年来一直咧推广歌仔戏文化的黄美静老师表示，台语文甲歌仔戏的关系真密，传承歌仔戏嘛是咧传承台语。我感觉讲即摆囡仔就是讲，他可能会较多元，就是台语拢讲袂练长，会使照着咱学歌仔戏，不管是那个诗词或者是一般的那个对话，拢会使有帮助。另外，嘛是摕到个人奖的文书工作者何文贤，伊长期伫台北市文山区做文书保存的工作。伊认为民间的力量真大，文书保存需要靠正人的力量。对文化保存的东西，民间的力量很大。那很多都是本来要拆掉，但是透过民间的力量，它把它保留下来。大概你现在说有价值的东西要拆都拆不了了。那很多就是因为民间有倡议。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实施了后，政府有投入资源，让本土语言、本土教育嘛豆豆受到重视。那教育部长希望，唔那是本土语言的发展，嘛爱落实本土教育。不止在语言的这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哈。那本土教育涵盖面更广，汉籍落土在会烂再会团吼。除了个人奖以外，屏东县青山国小甲嘉义市三星国小这2间学校，拢是甲本土环境教育加入课程内底，让学生会当认捌乡土甲族群、甲文化定根。2间学校拢摕到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团体奖。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的民政局中，一个代理老师或者廖英雄，伊对学校教学行政的工作拢是尽心尽力。伊是当时和学生眼中的好老师，伊嘛利用科技专长投入教学，16年来对教育的热情拢无减少。经过学校的推荐，伊伫今年摕到屏东县的 Super 教师奖。教学生利用 AI 设计歌曲，佮陪因做伙练习。伊就是屏东县今年得到 Super 教师奖的廖永雄老师。投入教学16年，伊一直拢是学生眼中亲切佮认真的好老师。
永祥老师在电脑课上都会补充很多，像是最近很红的 ChatGPT 等等，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么多东西。这样，他的上课就是非常的活泼生动。现在像例如 AI 非常的红，他就会告诉我们如何使用。廖永祥虽然不是读教育体系，不过伊运用家己科技的专长，指导学生参加科学竞赛，分享新型的资讯观念。对大课做到代理教师，除了执行贡献教学，也会到三间学校的行政事务，同事甲校长拢真懊恼。廖永祥老师呢，他在我们民政国中担任代理老师，常常利用闲暇空闲的时间来带领我们的小孩子。这一次非常恭喜他能够荣获 Super 教师这样的一个殊荣。我获得这个奖就给我一个鼓励，就是说，就算现在的教育环境比较艰难，但我们还是很乐于的陪伴学生。那当你用心的对学生付出的时候，学生也会认真的对待老师。除了教育，廖永祥也有咧做志工，甲一寡资讯产品送到偏乡弱势学生的厝内，佮提供线顶指导。伊对教育的热情甲付出，会当讲是非常符合 Super 教师奖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由30个总铺做伙创办的台湾公益组织协会，过去是全台湾走透透，替弱势团体也有偏乡免费煮出营养又好食的料理，请大家食。最近因是到湖口的乡园教养院，利用在地食材煮200多份料理，互医生食，互大家提早过中秋。总铺利用在地食材，在厨房煮食。免偌久的时间，丰富菜色就已经煮好啊！这在苗栗餐厅的总铺师，自透早就开始无用，用家己的专业煮好食的料理，服务社会。借我们的专业呢，来贡献一己之长，然后为这个社会呢的一个偏乡的教育，然后来做一餐一个美食的一个佳肴，这样。台湾公益组织协会每个月拢会到全台弱势机关，也是偏乡地区，用家己的专业煮手路菜，服务社会弱势团体，大家轮流做义工，透过好食的料理来温暖社会。准备了将近16道的菜，来做一个关怀一组，然后也让院区们感受不一样的温馨的家庭气氛。在这过程来敞开，然后来跟我们讨论什么样可以让他们开心，包含菜色的选择，我觉得都非常的用心，跟我们一起讨论他们喜欢吃什么，什么对他们最方便，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公益组织协会理事长表示，协会自成立到今，在全台湾已经举办过60多场的公益活动，未来会继续结合各地的总铺，希望透过好食物关怀社会，让社会每一个所在拢充满温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伫台南南区有一个宗德堂，当天热天拢会煮青草茶，请大家啉。只讲是用传统香茶煮茶方式，一届是6脚鼎同齐煮，画面看起来真壮观。台南市南区的聚田府明新书院宗德堂，当年怎人拢会下青草茶，免费提供予社区民众做伙食茶，消暑退火。宗德堂主要摆文昌帝君，居民嘛相信这青草茶有神明加持，有食有保庇。阮后壁遮古早时代遮一个百草园，拢种青草啊，我拢伫遮行。迄阵开始行，到遮大块的话咧行，行咧，甲大家往过对食，愈食，厝面头尾讲你嘛加行歌，遐歌互大家讨。迄阵开始行，开始讨。宗德堂的总部表示，应用传统烧菜方式下青草茶，大概提供的数量按正济，所以就要特别去做这大鼎画仔才有够底。6脚大鼎画仔同齐兄茶，看起来不止壮观。生花，咱台湾上较大的生花，遮大的生花，遐几啊10桶啊，嘛无够当互人啊。走去台中代理，买1脚万几箍，买10脚倒来行，1脚50加仑。现在到遮行20-30年啊，我拢种头到尾行到50年啊。宗德堂下青草茶已经成做逐年固定爱做的工课，有一寡志工服务真侪年，已经有货啊。庙方有找少年人来学整理青草，阁有兄弟的美角，希望把这个传统传落去，卖断站。记者综合报道。
那最近台南在饲沙白鱼的面积嘛有在减少，台南沙白鱼岭的沙白鱼嘛对咧起价，产地介绍本地1斤160，即嘛起到170。在地渔民嘛表示，主要嘛是因为受到气候、电钱甲饲料拢在起价的影响。沙白鱼岭是沙白鱼的鱼翅肉，拍打生过，佮落去煎，酥酥香香，真侪人爱食。这本来是沙白鱼较少人买的宝贝，这几档市场煞真受欢迎。不过，这几档饲沙白鱼的面积减少影响，地区将军青山渔港遮鱼岭介绍嘛对每半斤80块，起价85。沙白鱼吼，逐项都起，唔定我鱼岭起，鱼肚也起，鱼皮也起，鱼丸也起，无所不至起。主要是原物料拢全部起。虱目鱼只能取一条鱼鳞，而且制作上比较费工，它制作成本反映在价格上，深受市场欢迎，需求增加，在市场机制下微幅上涨是合理的。但是因为饲沙白鱼的面积有5500多公顷，是全台第一。经过110年渔业署资料，即摆降到4200公顷，养殖面积减少，嘛冲击着产量。在地渔民指出，近来气候变化真大，电费甲饲料费嘛拢起价，甚至附近有人咧种电，这嘛互因愈来愈歹转价。头有一档无落好，所以造成阮而家将军七股港遮饲鱼的水拢咸到4、5度，所以伊的成长较慢。农业局表示，整体来看，目前沙白鱼产地绩效真稳定，沙白鱼是对头到尾拢会使食。不过前阵仔念到是起价悬，现此时换鱼岭嘛起，买食的人得爱加开一寡钱才食会到。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中秋要到啊，咱国内有10大文旦的产区，8月中要开始采收，已经开始采收啊。今年文旦嘛拍入去超商的市场，而且佫有8好的文旦通买。嘛，因为中国即马禁止咱台湾文旦进口，农业部伫去年嘛有替文旦找新的销路，即马会外销去英国。来到连锁便利超商，会当直接买到一袋啊2粒的新鲜文旦。若讲感觉剥皮伤过麻烦，会当买已经切好果子肉的小包装。国内文旦产区为分嘉南到苗栗新北，再搁到宜兰台东花莲。8月中下旬开始陆续采收，伫农粮署辅导媒合之下，今年会当伫连锁便利超商一概买到10大产区的文旦。10大产区礼盒的概念，那是来自一个像我们唱片的那个精选集，然后这是把最好吃、最棒的收在我们这个10大产区礼盒里面。全台湾文旦生产面积3816公顷，今年产量预估是7万多吨，比去年小可成长1%。农粮署表示，今年小果较侪，品质较好。中国伫去年8月禁止柑仔类的水果蔬果，包括文旦。农粮署表示，确实有冲击，但透过加强行销甲加工，已经稳定市场的绩效。今年继续拍拼，目强调全世界有真侪其他的市场。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市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口173公吨，当中啊，英国有2.4公吨，以前我们根本没有尝试过卖到欧洲那么远。农粮署表示，过去当年大约出口文旦是4、5千吨，中国禁止了后，出口量减少1-2千吨。认为这颠倒互国内调整产销佮转型。这届合作的连锁便利超商有4000多间分店，10大产区组成的文旦大联名，希望以各地酸甜回甘无共气味的特色来抢攻民众的胃。记者林明丹从卫新报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美国。美国日裔的冰雕艺术家冈本胜太郎，伊读册时有摕到美术和医学的双学位。到底是要行倒一条路？伊一开始是真丢毒，也毋过尾伊决定无要做医生，伊要对伊的老爸做一个冰雕的艺术家。伊再和伊老爸伫纽约开工作室，甲冰雕甲艺术结合贴合，也有美术。49岁冈本伫9岁迄一年，甲爸母为日本复工移民到美国阿拉斯加。移民前一年，因为爸爸冈本夫妇捌伫东家餐厅当中学食品艺术冰雕，伊也安尼来学冰雕。冈本一家伙移民到美国了后，先是甲朋友做伙开一间日本餐厅，用数十岁的身份开始发挥冰雕艺术，为装塔食物用的冰雕，慢慢发展成做一年大细冰雕，也互冈本的爸爸成做推动日本冰雕伫美国发展的先驱之一。
伊对伫爸爸身躯边，细汉时阵就真有艺术天分。一开始是协助爸爸整理切除落来碎冰，了后对咧学。后来伊读布朗大学，同时摕到美术家医学有考上学位，而且伫纽约亨特学院得到美术硕士学位，这也互伊捌出现无法度选择头路方向的情形。I was always kind of toying between wanting to be an artist or maybe go in a medical fiel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life of an artist kind of took over me. 最后，伊决定对爸爸的脚步做冰雕艺术，搁伫2003年，甲爸爸斗阵伫纽约创业，做美式艺术冰雕师。伊的爸爸伫2011年因为肝癌过身，享年59岁。伫工作室内底供奉爸爸的佛龛，随时提醒爸爸留落来冰雕艺术甲铁学，尽力指挥珍惜当下。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同齐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向期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